聽到你按你講嚇，回來嚇，眼真歡喜啊！眼睇真歡喜，真歡喜。在台灣，在董事代嚇，董事客家人較多，對，所以俺就在學習叔叔的，是的。挪威老台灣有幾年，兩擺嘅組合之裡有一隻當天派嘅任務。聽講喺奧斯陸南豐2點半鐘車場嘅拜比達，有一戶是啲董事傳教做醫生嘅牧師家庭。雖然佢哋喺1990年代就轉到挪威咧，沙老台灣嘅感情一直連到今。也擺就問我哋到挪威來拜訪佢哋哦。現在進來到你們家園，然後大家看，有看到一個很像台灣咪嘅一個門口。是的呢，有福哈。在台灣，他們是把這個福倒過來哈，福倒就福到了哈。但我們還是正式的這樣子就，對呀。所以每一個人進來，希望他可以有很多的福氣。對呀。可是你睇下，哎呦，一看這裡行到那邊，完全都係，你知道中式的。就是我們在台灣住的那麼久，有這些布置，讓我們也是感覺。我們沒有離開那文化，所以當然我們感覺這是非常的熟悉哈。睇下來看一下那個白嘉麗阿姨，歡迎歡迎。我哋要看到一位，那位係你嘅？是的，那係我太伴娘，是寶珍。你好，寶珍阿姨好。你好，你好。歡迎你們來挪威。怎麼辦？一家人都在跟我講中文，我現在有點錯亂。是的。那你會講客家嗎？我會聽，那一些。你也是住在這附近嗎？是的。OK。所以等一下也歡迎你們來我們家。寶珍，她是在挪威出生的，剛好民國55年，我們去台灣，她1歲多。其他的4個都是在台灣出生的。哎，這樣他們是在東勢台嘅？是的，他們在東勢長大的，對呀。你一年到底去幾次亞洲啊？平常是兩次，一年2次。對。很喜歡。對呀，總是有事做哈，有目的，那就。可是這樣阿姨要自己一個人在家哎。對呀，但呢，她的名字就是白嘉麗嘛。就是把我擺在家裡，你知道嗎？不是吧？不是那個字，但我們說笑話就是說這個。所以我這樣的解釋給總統，他就笑，他常常忙跑到這裡那裡，把我擺在家裡。也下84歲嘅白嘉麗阿姨。1960年代，聽聽老公來到台灣，也就係約翰牧師嘅阿爸約翰森牧師嘅宣教體。作為一個優秀嘅醫生，嘉麗阿姨做得講係行通力十足。佢出題啲董事創辦診所，以此人嘅大細病痛，係以為體恤山區居民看醫生嘅路安遠，就時差來回山上提供順飛醫療。佢條來來去去奉獻嘅精神。未變做1960到80年代台灣情感同人嘅信仰。可是為什麼當時候是選擇去東勢啊？因為有這麼多地方，你知道嗎？東勢那個時候是基督教教會比較少，所以有人特別介紹到那裡，所以在1960年，他們就到那裡，就開始在東勢。對，他們也說這個醫療的工作非常的適合在這個地方，因為這個也是一個比較需要的一個工作。早我就有這個思想，我想到國外去做這個醫療工作。我到了台灣先學中文，然後我有半年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在那邊工作幫忙，然後我就在東勢開診所，在那邊工作。那個時候在東勢沒有什麼醫院，就是那個是軍隊的，對，其他的沒有什麼醫院。
现在的东西跟那个时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知道？那你记得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已经是好久以前。你记得那时候生活的样子跟这里一定很不一样吧？当然是很不一样，但还是非常好，我们非常高兴在东市。以前的人是带小鸡去这个小送人家鸡还有这一个杆子，对，他们呢在他们的厨房后面那里是煮菜，都是客家菜。那是姑妈。姑妈以为要拍照，为什么她是叫姑妈？是跟着他们叫？我是跟着他们叫，对。因为她是里长的姐姐。姑妈很抢戏，对，很有意思。过去的是多么的热闹。我觉得以前呢做这样子的非常有味道的，现在买那个印好了的是没有什么味道。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拿起摄影机，而且你还要到那个 Australia 去冲片呢？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应该是要有一个，以后能证明到底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哈？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一代一代的都有一个改变哈。在挪威看到6人到8人年代台湾的旧影像，真見係動驚喜。可能影片無像亞下精緻，不過卻總是咧呈現出早期當時客家中的大小事情。記到頭擺嘅細陣氣氛，雖然我冇機會經歷，不過聽到兩公婆所講嘅，卻一件一件真是要熟悉起來。亞下子啊，我就從轉到記到記憶中嘅老東西哦。我们在家里很喜欢种这些水果哈，所以我到东市去，我是感觉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在那山里面也是种了很多果子，都是果树啊、橘子啊、梨啊、桃子啊各方面。像你们种菜这些农忙，我以为就是你们说去卖钱，可是其实还是会去帮助其他的地方的。师母她很喜欢种菜哈，番茄啊这些，我们就这些苗哈，她就送或是卖给一些朋友。他们呢很愿意买，因为我们把这个钱就存在国外传道的工作，对，去帮助别人。如果我不是看镜子，我就不知道。这个我不会觉得太老了。是的，还可以动一动了，还可以做。你看我老又来了一个声音来了，你好。是的，是的。很高兴，我很高兴。等一下还有几个有要来吗？在台灣睇嘅保證愛林，也下係游牧師兩公婆嘅連殺。1980年代，為到5個成人嘅教育，兩公婆暫時離開台灣。在離開故鄉10多年過後，佢轉到挪威老基調嘅武漢人血腔下，也下看到基調嘅退休生活，有冇嘢做盤，我咪貼片俾基調吃到歡喜。就是我哋當時睇一桌的挪威菜，然後台灣菜㗎可能就有看到寶珍阿姨，她一面了一個時間，我就看到穿的客家的那個圍兜兜，然後她的身上其實你大家注意看，都是你知道福字的耳環，她身上有很多台灣嘅印記耶。我們台灣還有更多一些就是記到這個時節的台灣啊，或是你們在東市的時候的故事。我聽說你會講客家話，是因為是怎麼發現的？媽媽要不要講一下？因為我們兩個孩子們小的時候，我們有的時候想講一點秘密話，不讓孩子們聽得懂出來，但他們聽得懂，所以沒有用。我發吐。所以像你現在其實是4月的時候，也還有回去台灣。是，所以你現在都是兩邊這樣跑來跑去嗎？對，我1年2次，我回台灣有差不多每次差不多1個禮拜。因為我現在在台灣，其實還有一點責任，因為在東市之前，我們呢辦一個診所哈，在診所的幾位護士員工，他們就開始辦這個安養院。剛好轉變的那一年，我父母2位他們也在台灣，
所以从一个老人家就是1991年开始做，到今天呢，每一天有差不多300多位。那我觉得现在台湾在这方面也是进步的特别快，照顾老人这方面真的是有一个蛮齐全的一个计划。日照啊，也有24小时的机构，老人家可以得到帮助或者是被照顾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机构里，我们现在也有日照，也有日托，也有居家护理。1996年，因为高费转型的原因，嘉丽阿姨面临为老诊所关闭的选择。因为看到家下台湾缺少长期照护的观念，佢就決定安排台灣教友到挪威老人機構去觀摩學習。老診所轉型做社區化嘅安養中心，繼續服務當時嘅鄉親，未延續嚟老台灣嘅經驗。第三上轉到香港海港，天公你打咗就天天有牧師，好好嚟看一下佢嘅家鄉哦。台灣那個牧師講會帶我哋去丹麥哦。你是在或是到台灣也沒錯的，是到台灣哦，我哋台灣見哦。嗨，安總，你看記條都已經準備要出門咧。嗨，你好。你好。你好。哎，貴婦你看，整家鬧熱哦，現在。哎，嗨，你好，你安多嘛嘅名呢？你叫什麼名字？像这个时间就出去，在那里游泳啊，玩。有啊，玩啊。跟阿姨条她有共。其实你们两个人常常也就夏天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自己跑出来游泳、晒太阳。是的了，在这个地方，差不多2000年前都有人在这里住。维京人吗？对，维京人。真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水比现在高差不多有40个公尺。公尺啊！所以像我住的我的家，到现在都还在水平面那边。对，这旁边的这一些都是别墅，有的他们是已经有50-60年、70年。我12岁，我的祖父他就带我出来。就教我说，这里你可以抓到这个鳗鱼，这里你可以抓到那个鳕鱼。然后你们后来就去到台湾，就因为很少人会钓鱼吧，在台湾的时候。台湾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是这样的，在哪里，我们就非常的就安定在那里，心也是下来在那里，好好的在那里。生活也是跟当地的人这样的接触，所以现在退休回来到这里也是很好啊。当然就是啊，你回来到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一定要利用它。对。那你以前就是你阿公教你怎么钓鱼，那你现在会教你的孙子怎么钓鱼？一定的，因为他们来一定是要给他们也是把这些技巧也是要教他们。我在调下安永路一行，我就发现其实廖丽港虽然这是一个峡湾，然后可是你一个3条地度，它都可以同来共给以前的回忆，还有他小时候成长的故事。家鄉嘅山野落中快嘅海灣，對童年時期就聽得熱愛對海外傳教，對中國安康泰嘅游牧師來講，有特別嘅意義。擺比達嘅老屋唔但唱代表家鄉熟悉嘅記憶。對唔停來菲亞做傳教嘅三太人來講，還較代表一戶人做得始終強下。太次年未帶本佢條長皮嘅生命力，就算已經84歲了，佢條還係自家做自家食。所以後院所有的水果都在這裡了。是的，這個是黑莓，這個是新鮮的，沒有煮過的，這個也是覆盆子，沒有煮過的。我覺得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把新鮮的水果做成醬米以後，真的你那個顏色什麼都還是好漂亮哦，最原始的顏色。然後這裡有剛剛才從院子裡摘出來的韭菜，所以你看我們也是回歸到很像你們以前的生活。就是你們這樣勞動，你的賺到挪威，你知道會，生活就會開始，可能
比较闲下来。不过好险你们够忙，也让你们很开心的享受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我们就按照我们对一个地方的一些可能性哈，能做到的我们就做。我们自己也养猪，对，养有鸡。我们当然种这些果树哈，这个是可能性的，在这个能种到的，能有收获的。要不然它这下面都是树林，但我们这个树林慢慢的把它砍掉，就给它改果园。我们喜欢看东西长出来，给我们一个快乐。我从小时候有习惯了，在我家里的时候，我们也有尽量种一些菜等等的。那个时候第二次打仗，你很不容易买到食物，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冰箱，也没有什么进口的菜，冬天天气冷，到处都有雪，都没有新鲜的菜，所以我们夏天就是很注重这个新鲜的菜能够吃。在客家庄，你们应该没看到很多客家人其实也是很像这种生活。他们会种，但我们在那边没有种，我们都是用买的。没寒嘞，没寒也没么个蔬菜，对，种菜是的。可是像你们祖父，然后都阿爸你，然后其实还有你来耶，对，就是你们所有这4代都跟台湾有切不断的渊源。我们真的很想念我们那边的朋友。而且有听到他们呢，也是常常给我们呢也发什么消息啊，这个我们非常的高兴。我1岁的时候，我父母就搬到台湾去，所以我所记的头一个家就是台湾的家。台湾一般那边的小朋友一起上幼稚园啊，跟他们一样，就是台湾的真的啊？对，当然啦，当然。虽然我皮肤白，我的头发那个时候也是金色的哈，但是里面我所学到的其实是台湾的。其实我有偷偷听到，就是你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会有吼。我有听到一个，然后觉得好可爱哦。那台湾的这个生活，你们也真的也教我们怎么在台湾享受快乐了。我想你们从爸爸所照的这些相，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就想象你们的当时候的，其实你得很懂欢喜的，真的很，而且每个人都会让你们触动一些心里的某一块。禮拜比大嘅短短2年，我看到牧師兩公婆對生命嘅熱情，對人生嘅特質時刻散茫成發，愛處在當下。可能生命無法度永遠，不過跨越嘅半澤地球，完全奉獻嘅精神，才會因為愛流傳下去。離開嘅世界，我想我會永遠記得，喺挪威嘅山上度有一戶敦厚喜客嘅客家家庭，記到地足歡喜嘅聲音。會變做我對挪威深刻嘅印象。離開牧師，我哋愛到奧斯陸北方，話減挪威嘅天太傅繆薩建立嘅城市Gjøvik來拜訪我哋嘅鄉親咯。大家按做，你做得看到後背啊，有挪威青苔嘅湖，我感覺那邊看起來很像一幅油畫。然後行的地方，你做得看到草原都係無邊無盡嘅，幾個人啊都不用上下來咧。那邊啊，係啲一副當地人愛嘅台灣家庭，我哋馬上就來認識佢哋哦。嗨，安總，你看佢哋都已經準備要出門咧，就是準備好了，準備。嗨，你好。你好。你好。哎，貴婦你看，整家鬧熱哦，現在。哦，整成多冇汗。我吃早餐又要做散出來呢。對啊。哎，嗨，你好，你安多嘛嘅名呢？你叫什麼名字？今半日愛拜訪嘅家庭係對苗栗來嘅黃少峰一屋兒。2015年，貴婦人以為阿爸少峰到挪威讀博士班，歸家駛到Gjøvik來。大早先送3個小朋友去上課，等下就聽等少峰阿叔強下到佢做研究嘅大學 NTNU 來參觀哦。這個辦公室，對，叫我1、2、3、4、5、6、7、8，8殺。
不过一答完全模擬。模拟，而家動作一8點半，搓。你老爱后会修改一下，你就是你阿 V 都在黑马街的办公室，好冇？这个系所名称叫做资讯安全和通讯技术。那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实验室，叫做挪威的资讯安全实验室。我们可能帮企业界或是研究一些政策或一些方法，协助他们改善资讯安全。那按时你以为，因为这边的办公时间没有固定的，其实你只要一台电脑，天都可以了，你做做事。其实不是都好搞了，因为都要来，其实没可以用手电做事情。那你比马该还会现在会来啊？哎呦，做事要都办公做事，比较可以专心，比较专心。哦。然后来这里有时会读到跟人家同事或老师，你做共发，大家注意问你来。我们这里读博士诶，包括博士后来哈。刚刚去了，青岛刚刚有20个国家，你都要读博士。因为我知道你留瑞加 V 透书其实是有就是学校会好搞会补你薪水的，所以其实你留每穷2 V 给学生，每穷2 V 给员工。其实也是挪威嘅政策啦。在挪威，我觉得是一般人念到硕士，其实你大学毕业找工作就很好找，因为他们比较多人是念专门课，就是类似高职。我在想，其实挪威会出钱让你念博士，原因某个程度也是这样，也是欢迎全世界吸引人才。他们的重点是在以前的专有嘛，所以他们培养很多 engineer 的人才。可是他们慢慢发现油换没了，那我必须培养一些资讯人才。或者说其他的医疗或是生物科技人才，所以他就会用金钱方式吸引各地人过来。那周得摸一下你俩他给就是薪水是可以讲的吗？薪水可以讲啊，应该是说我们是合约制嘛，所以合约每年的薪水，我记得是43K 台币，现在乘以3.5，应该我们合理算是150万吧，我觉得150万一年。可是如果你扣税，大概剩下70%。哈，他们税扣很重，很重啊。然后2个钱是你用做研究，然后还有你自己要养家庭，全部都是这样一笔钱。对，以他好搞，如果你从海外来这里，他会给你一笔安家费跟交通费，那笔还蛮可观的哦，5万多克朗。对，那你这些钱呢，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因为 NTNU 网络上你查 PhD 的申请有没有？比如说薪水。福利几多钱？其实我唔会讲会老配人低哦。唔会呢，挪威是你要查别人薪有没有查得多啊？可是你缴税、你收入其实都公开化。公开透明嘅业绩係挪威國稅制信任嘅一部分。唔但像安尼，還做地啲網路當尋到騙人嘅財產資料。不過挪威嘅業績詐騙唔大，每本挪威人當小老數日看作接從現車嘅考量。為到上到各國嘅人才，挪威博士班除咗提供穩定嘅業績，還本人工作簽證，以便佢哋啲研究過後申請永久居留。其實就是太加可能唔對哦，你係松班松了16年以後，然後你再重新來當學生。對啊，因為2014年我來過一班，我太太出來出差沒，給來14天。老實說啦。台灣人，我們從來沒想過說來挪威，從來沒有想過，因為來這裡那個對角線。可是那次來之後就發現到說，原來有一個地方叫挪威，然後人也很好，然後對小孩子也很好。那時候有跟一些朋友聊天嘛，就覺得這裡就有被吸引到，有被吸引到。結果就過了1年，就有個機會啦，看到人家講，挪威有個學校在徵博士，他就跟我說，挪威在徵博士要去，我就好啊。你做2年來讀博士，因為工作這麼久了，真的想要換一個環境，然後小孩子也給他換個環境看看，帶小孩子到不同的國家，然後呢，我們來看看這個國家。故說你留一回是有一個時間是完全沒有準備，就只知道這個地方哦，很好的部分都有當觀光客跟時間該體驗的都有體驗嘞。對。能夠真給審發，審發出，就不是那麼一回事。而且我帶全家過人呢，跟我們很多同學來這裡，他們一個人來這裡。其實很輕鬆自在啊，你說，就唔黑哦。你看挪威這麼漂亮，可是真正你來這裡生活的時候，還是回歸到你生活的重心，就是你還是要家庭啊，還是家庭，然後小孩子，大家要那種
快快乐乐在这里。谈到挪威对生意的重要性，做条路多年嘅消防决定表達啲足夠嘅好條路，為到挪威學術圈重新開始。只不過對申請博士班到親密規劃使到挪威，將有短短半年嘅準備時間，也在現在啦，為帶本規劃人全新嘅生活挑戰。你没有准批什么东西嘛，然后就来了你不会就很紧张什么都这样握不住浮木就是我们就上网查资料啊，然后幸好有朋友有帮我们，还有帮我们找好房子啊什么的，所以就已经好很多了。看你爱用功，就上网查资料很很轻松哦。我觉得一定给董事绝对不是这个情况。我有一天想说，那我们吃吐司要抹奶油，像奶油应该黄黄的，它是有点暗的颜色，然后后来吃了之后就好难吃哦，很苦，然后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想说怎么挪威奶油这么难吃，然后我们就拍照，然后就问我们的朋友，然后他就笑，他就说你买到的是酵母。看你爱用功，就上网查资料很轻松哦。我觉得一定给董事绝对不是这个情况。可是你们也毕竟克服了嘛，对不对？对，是有点。刚来的时候很冷，然后其实是心里也是蛮害怕，因为我本身非常的怕冷，所以一来冰天雪地的，就觉得好像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的感觉。可是已经没有回头路，不能回去了。其实就是挪威亚威，就是物价很贵啊。你们要怎么开始？你知道什么东西怎么买？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去百货公司去超市，然后我们什么全部都要从头买。然后后来朋友就介绍说这边有一家二手店，对，然后东西都很便宜，而且很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样子。对，其实暗用一空，我觉得这里我完全不会觉得它是一间二手店，你知吗？对啊，因为他这边都整理得很好，而且挪威人他们其实很爱惜物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如果用不到的东西，他们就愿意捐出来。然后这边就有一些志工，他们是一些退休的老人，他们就会帮忙整理，就分门别类，一个一个都放好，然后价钱也标好这样子。对，它可是行业的一个时间，就是除了东西很形的以外，我有看到像这些杯子有没有，就是用点点来标价，然后2个杯子啊，绿色点点给张5块克朗，所以2个其实不到20块台币，而且几流个东西真的是那种一整套的，他们很多都一套一套的，所以你要买什么红酒杯啊，什么杯子，整套买都可以，然后价钱又很划算。这个可能是他们显摆的态度，东西不一定要新才叫好，对，古董有古董的味道。伫網站比盤都做下嘅加拉貨，嗰藝術古董伫封皮嘅屋下有個新嘅生命，本記到伫挪威嘅屋嘅越來越有家庭嘅感覺。封皮講，像安尼嘅高藝術店伫挪威當普遍，由於那間高藝術店嘅所得，含卡全部根本海外需要嘅機構，挪威人愛物惜物、物盡其用嘅精神，每本記到重新思考係對生活嘅看法。它这一区就有很多的灯啊，然后定价都很便宜。那时候我们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家里都没有那些家具、灯具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来这里买。然后刚好有那段时间，它所有的灯具打5折，我们好开心，买了很多。我们应该买了10盏灯吧10盏灯，因为到处都要装灯啊，都要装这种小小的灯啊，在墙壁上啊，然后在屋顶上这样子。我可以问一下，你们当时候雷亚 V 就是买齐的所有东西，大概花了多少钱吗？不多，应该1-2千块克朗而已吧。可是很多生活必需品，很多盘子啊、碗啊、刀叉，我们都在这边买。真的啊？对。那丘你有买很多个东西，他们会帮你们就是载回去吗？没有，因为这边挪威人工都很贵，所以你买了之后，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带走。像一些小样的灯啊，什么松饼机，我们就自己。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所以我们都是坐公车，然后就扛着灯啊，然后扛着东西，对，然后就搭公车，转2趟公车回家。对，然后我们为了省钱不择手段，然后那时候还买个大餐桌，因为真的太大了，没有办法。我们想了很久，后来就只好请那个先生帮我们送一趟的话，从这里送到我们家，其实不用10分钟的路程，就要400克朗的运费。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真的扛不了那一个大桌子回去。可是我觉得你的暗涌，你知道，为了省钱，然后你知道搬来搬去，这个精神已经
太值得钦佩了。就辛苦一点。放屁讲，挪威嘅高所得其实没反映到当国嘅人事成本。伫高物价嘅挪威生活，乜嘅事情都会自家来做。不过也每本记录老公有机会发现自家嘅各种想力。作为一个家庭主妇，还有那位一个做得上手上嘅葱油蔬菜，就系超级市场。所以2V 就係你就平常嚟買菜嘅地方。對啊，要清權，在超市裡面還清權，要看封片啦。對啊。那我要先回收一下。那個回收，呢瓶瓶罐罐。像你的平常是就是这种饮料罐都会做的换钱，对，只要是可是是要有这个标志的。比方说像这个就有压瓶费1块钱，有这种标志的话就可以投这个回收的。大瓶子2块钱，他鼓励你回收塑胶了，所以他不看你原来的价钱，是看这个瓶子的大小是多少钱。这从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对啊，你就不会让你乱的。可这个投的时候，你这个罐子不能压扁，要保持远远的。OK。这样子丢进去，它会扫条码，你看就扫到这个是1块钱，一个1块钱。所以其实底部会冲一个输送带这样哎。对啊，他把它送进去底下，有会压缩，把它捏扁，然后再放起来。啊，它已经出来钱了。其实你说的捐款给红十字会啦，我租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印出来之后呢，拿去抵你的购物。两种都可以，两个黑冲 coupon 可以用的，然后你的所以每一个超市都会有，应该都有，每一家超市门口都有一台机器。对。伫澳洲作为当多年嘅刺痛退行机，用高嘅奖金来鼓励大家资源回收，同时省下人力成本。就得讲，喺到超市采买之前，穿啲人用钱嘅体验站。今半日咪当幸运。伫超市拄到同照顾封批1万人嘅零售。大阿妹的名，伫空门弗朗台湾。就是以前我们租房子隔壁的邻居夫妻，那他很照顾我们，对，而且他想说我们一家人很孤单在挪威，那他还常常请我们去他们家喝咖啡。我選你嘢吧，啲咩嘢？你啥的嘞啊 ？When Disney？ 那等会来补给你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买吐司，好，吐司每天必用的。可是这里你们在挪威，可是天天都会吃到吐司汤吗？然后你就说，你是两船呐，两船。早餐跟午餐小朋友都要吃面包，对，学校只能带冷的面包去，不能带热食，这是规定，啊。因为方便啦，因为给他磨时间吃很多东西，而且也没有办法加热。兄弟啊 ，V 都有很多标志，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它这有4个，那有3个涂颜色的话，代表它的那个全麦的含量。这个3的话就是它价钱，就是1包26块9。其实东西都是这样蛮清清楚楚，都会让你们很公开，让你知道所有的成分啊，什么都是很好找。对，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稍微会一点挪威文，才觉得很好找。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什么都看不懂，然后买东西也都不知道怎么买。然后我们有一天想说，那我们吃吐司也要抹奶油，然后我们就来看，他说哇这么多种奶油，然后每一种我们都觉得很贵，因为挪威的物价蛮高的。那我们想说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吃嘛，我们先买一个最小最便宜的试试看。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想说很便宜啊，才4块8，对，然后买了回去吃之后，空气有清讲啊，对，就是奶油嘛。然后我们回去我们就打开来，然后切的抹在吐司上。在抹的时候觉得为什么颜色是土色的，像奶油应该黄黄的，它是有点暗的颜色。然后后来吃了之后就好难吃哦，很苦。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想说怎么挪威奶油这么难吃。然后我们就拍照，然后就问我们的朋友，然后他就笑，他就说你买到的是酵母。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都看不懂怎么买，所以我们都是带翻译机在查，用手机然后一直查翻译，然后每个字都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查。对，所以我们买一个菜都要买1个小时，差不多1个小时。另外一种一下就变做唔识字的人，係當到嘅海外移民，適應當個嘅體驗難關。不過樂觀嘅放屁，攞條白撈虧嘅事情當作小口來講，俾到家庭3萬紅挪威活。一下除咗做得起家打理家庭日常信仰之外，還通過嚟語言考試，準備做線上嘅實習，都有移民嘅運氣。佢咪講挪威輕商場，好食咧，都啲超市地度哦。这个是我们特别介绍，我们在挪威吃过
不好意思，最好我们吃过最好的米，因为这里米都是泰国米啊，就这样找一粒一粒呗。呀可是这里的米就哪这个呀，这个呀，你看你很激动，说的很激动。小心很重，便宜又好吃啦36块吗？36克朗，台币大概100块5公斤。100块按台宝。对啊，然后你们怎么找到它的？寻遍各大超市，不什么都吃。我们就每一家的每一个米，像这个我们都拿来吃一次。然后呢，吃过发现这个是当地，然后便宜又符合我们口感的。尬是冲亚有个东西，你 Novi 都按贵的话，你们要怎么就是想办法去寻觅比较便宜的东西啊？有时候我们假日有空的话，会开车去瑞典买东西啊。开4个小时，对，因为它那边的肉类是挪威的半价，一次载个100公斤的肉回来，冷冻柜，我们都冰冷冻柜，有可能吗？有啊，这赚的呀，叠满满，然后吃个4个月5个月，然后再去一趟。那就你们堆腿板这样挣多了，会带什么东西吗？带很多，带我婆婆给我们的干货，客家的干货，什么梅干菜、笋干，另外就是带一些火锅料、咖喱块，然后火锅汤包，你都带得来，就是那种小小的火锅汤包，我们会带100包来，很重要。然后那天远远的，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哦，就这样一动不动，就站在那个栏杆那样子，就是我们家老三，然后就赶快跑过去，然后问他你怎么了，然后他一看到我他就哭。然后后来老师来，然后老师就跟我解释说，那一天他们提早放学，就是，哎呦。就是那种小小的火锅汤包，我们会带100包来，很重要。这里冬天6个月，你一个火锅是台湾人的那种向往的东西。你看最近想家的时候，我们就会搬一包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小孩子很开心哦。冰天雪地，然后吃一碗麻辣锅或是麻油鸡汤。我看你们2个没很开心啊，流血了，流口水了，对啊。爱上师傅語言係愛種人遷就，未遷難適應嘅。除到愛種味道成法，師傅高用嘅唔慣，未會吞下去。不過時間一久，你悄悄做一鋪鹹酒起來。麵包雖然做得4粒包，不過比唔得米飯帶來心靈嘅飽足。用當地嘅食材，想盡辦法變出自家記憶度嘅美食，係當愛種人嘅體殼。不好意思，那个夸赞你老婆，你来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好了。怎么发生什么事？这个啊，去卡周给呢。当然啦，贤惠又聪明又漂亮的老婆做的，他一定要叫我这样讲这句话。哪有？你们这俩最棒了。试试看，好，挪威挂包，这看你哈。哦，这个是给我留。真的，我很喜欢吃这个。梅干菜。董浩生。哦。你刚刚拍他的表情啦！你要不要劳你阿梅供一下暗之 C 啊？暗之 C 阿梅，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好吃。那个等下他做的劳你一副，你这样坐在这里晒太阳，然后这边 barbecue，我觉得很棒，对不对？很过瘾啊！不过爱看几条暗用，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活泼哎。这边很少看到台湾人啊，东方人很少看到。讲中文的都很高兴。对啊，这里刚好这个环境也很好了，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他们在台湾比较害羞，他们到陌生环境的时候都会拉着我们。在这边我觉得是习惯接触陌生人的，然后会接触一些活动，外面的活动，生日派对啊什么，他们同学生日都会互相邀请参加社交活动。小孩子的社交，一开始基本上是要推他们出去接触陌生环境，去陌生环境也可以学得很快。就任何一个，比如说我们去邻居家。其实不认识他们也可以去敲门然后跟他说什么话。我觉得因为这边环境开放，台湾可能会怕吧。那从3年读了一个时间，他们一定花很多时间在适应上吧？会不会很害怕，或是？他们适应了大概我觉得有半年，过了半年他们才比较好。像我们家那个老三，因为他一来他在台湾是幼稚园大班，然后来这边读小1，然后这边规定是小学1年级，他不用上什么语言班，他只会讲中文，他听不懂英文，听不懂挪威语，然后每天早上送他去上学，他就抱着你哭，妈妈，你一定要早点来接我什么的。后来发现，小孩子适应力是超过我们
当然他一开始会有那种阵痛期啦，这个不认识同学，然后会害怕。可是真的过了几个月，他就那几个月你要忍下心，天天送他去那种。对，天天看他抱着你哭，你一定要早点来。然后有一次远远的，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哦，就这样一动不动，就站在那个栏杆那样子，就站在围墙里面往外盯着看。然后我越走越近，想说，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就是我们家老三。然后就赶快跑过去，然后问他你怎么了？然后他一看到我，他就哭。然后后来老师来，然后老师就跟我解释说，那一天他们提早放学，就是，哎呦，妈妈会比较，要是我就说，就是，不是他们那天，老师想说天气好，所以就让他们提早收书包，收好书包之后可以去外面玩这样子。结果因为他听不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想说收书包，妈妈就应该要来了。然后他收好书包，然后书包放到外面，然后发现哎妈妈怎么没来，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老师跟他讲，他也听不懂。小孩子那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对啊，其实就不得不，你还是要让他学。我们刚看到的画面，我觉得他们已经跟两个省份已经打成一片了，而且你看 you pain you， 没为了不卡，然后头哈脏，然后你你看很亲近啊，还会说谢谢什么。对，就是他们走过来了，我们也走过来了。对啊，是吧？走。離開熟悉嘅環境，對大人呢、細人呢都會大挑戰。新語言嘅適應，冇親戚朋友嘅故事，啲盲特啲嘅不安定度，三個細人呢嘅受傷，變做佢哋保持樂觀，佢哋面對挑戰嘅重要原因。天公一大早，天天佢哋到必備嘅景點來看挪威嘅天太湖描寫嘅好風光哦。就是還有看到，其實啲有味大味。整個冬天其實還很長，而且從今年天氣咩唔係晴好。今年還是會標準的春天轉夏天的天氣。即便現在陰陰的，你都還是會把握時間。這個是應該算我們覺得最適合出來的天氣，所以你出來走路哈，騎腳踏車、跑步、爬山最剛好。就不會流汗。對，所以我們大概2-3個禮拜，小孩子只要看到這種天氣，我們就會讓他拉出來，走一走啦，讓他跑一跑。挪威這邊學校也很注重小朋友戶外的那個活動，然後也很要求他們的體力，所以他們常常老師也都帶出去走，然後一走30-40分鐘。這裡走半個小時稀鬆平常哎，小孩子上學，你看他翻過一個上坡下來，有時候他們去很遠的公園，然後我們都想說會搭公車或什麼，結果沒有，用走的，連1年級的小朋友也照樣走，就這樣一個接一個走30-40分鐘，走過去，然後是全挪威都這樣。我們這邊對。那我問你哦，就是一開始老師帶你們出去戶外教學，會嗎？身體會那時候就有練好了嗎？會覺得有哦。你說有是什麼時候有？來到這裡以後才好的嗎？走習慣。走習慣了。其實這裡走路也很舒服啊。上次有一次他們來這裡參加活動，同學在滑雪，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沒有買滑雪用具，老師就說：那我們來健行，一走路。你看那個臉啊！對，走1個多小時。可是他們很能走。不會啦，以後身體會捏軟捏好，不用擔心哈。可以啊。對，可以啦。快快的騎山路沿裡鬧熱，路紅佢哋小鳳3個寶貝妹嘅染燈花，睇佢哋搭最高鬧。時間過得動漫，唔過煞平時溫暖。看到佢哋緊密嘅互動，每本愛想起阿爸阿媽咧。但係做到佢哋嘅秘密景點當個來看規則有味咯。其實這邊是，我覺得是尤維克這邊，其實觀光客不會來的，可是是當地人會來這裡爬山。懂丘很美麗，有像嗎？有像嗎？有一點像啦，就是像有山有水，然後它這裡的人很單純，但是它這裡不是沒工業啊，給住農業沒，然後這裡老人家也比較多，所以你住起來哦，有點像家鄉啊。因為來這裡其實真的是小孩子，我覺得開心快樂，我們就覺得很滿足。其實因為在台灣，我們花很多時間周 C， 小孩花很多時間上課，可是沒時間陪小孩子。來這裡後，我覺得花時間陪小孩子，我覺得很多苦啊，很多忙，其實都不算什麼。就覺得他們來這裡真的。除了前半年那個很辛苦之外，那現在看他們就變得很活潑這樣子，然後也很開心，就覺得
这才是小孩子应该要有的成长的方式啊。你们俩哈几夫年来都俩位，其实只有叔叔一个人就是在扛家计，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就是可以你们现有的让你们就够开心了。觉得来这边也是学习到挪威人生活的态度，他们我们整个物欲都降得非常的低，对。然后衣服像以前在台湾，我们都想说啊，每天要换不一样的衣服啊，然后每一季要买新的衣服。可来这边之后发现根本就不需要，对，你只要有几件实穿的衣服，其实就可以了。这我认同我觉得因为这边的环境，看住在那里淳朴自然。然后也没有什么商业招牌嘛，我们很喜欢这样干干净净的生活，单单纯纯的。所以我们有个心愿啦，其实有希望台湾的爸妈能够过来这里。其实因为他们在那里我们用 LINE 啊、打电话，其实只能够言传，他们这边的好，或是这边的一些环境很难传递给他们。因为来这里其实是远离他乡，希望父母能够来这里一趟，或者来这里居住一段时间，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出来这里就打拼的结果。也是没轻某简单啊，当时候这么仓促的决定，可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了。船长你要加油呢。对，我是船长，责任啦，想办法让他们不要什么，让老婆不要后顾之忧，就是带他们来，就是要把船开到往前开了，好好的驶下去，好好跟四下鱼，学一下好不好？好好跟四下鱼，好好四下鱼。樂個人開朗嘅生活態度，本唔是係簡單事情嘅嗰種生活，仲係充滿嘅受傷。雖然你哋做乜嘅事情都會以自己家來做，但係傾偈嘅一部分，我想也可能係嘅當時現在嚟到挪威冇想到嘅。讀到你了一部分，沒本人發現，生活需要嘅從唔是太多，簡單啲做，咪做得當幸福。船長請加油，繼續啲吵吵鬧鬧度，看到幸福嘅樣嘅哦。